得来，发得来，错脱在，错脱在。竟然有搿场点人辣老远头就向排队往女大厂东洋走，而且西北风血淋淋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侬也想到，女大厂的嘴到底是哪搭来的？楼浪向没作坊，后头还没工厂，那个同行女上电娘后来跑下来研究。乖乖，变成个手不嘴。那么有种人也讲着，你不去管理哪搭来个嘴，哪怕压根洞头漏出来，觉得有人毛，谁是那个本事？应用法门出去，神在谁是合理？谁说上当顶多上一道，不见得年年排队，年年上当啊！而且大多数还是烂手嘴。你到房子几个辰光噻4个到钟头噻，你到今天整个足够啊！马上些辰光回。那么还有人也讲着，你也没办法，不晓得正宗的手嘴本地菜东洋嘴了落得毛。那么现在我谁当得去看？东湾路菜到关，东屋最长，从我养出来的现在分半个厂。原厂原菜，那么到底是铁房的海，还是原厂的海？手部的海，还是手嘴的海？那个谁看到哪想着？